怪我吗？什么？今天钟真受伤的事儿。没有。我觉得一个男人一辈子总是要受几次伤。钟真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我有时候会恨自己不是个男孩子，我怕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。你是怕？我怕他会娘。想多了。你为什么会收钟真做你的学生？我觉得你喜欢的应该不是这一挂。那我喜欢哪一挂？应该是更聪明一些的。比起资质跟学识，我更注重品格和涵养。医生是一个既特殊又普通的职业。我希望别人在学医的时候，是因为它本身的魅力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目的。而钟真正好符合。钟真学医，是因为你外婆的病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之前你做李鸿章会的时候，我就对这道菜特别好奇。后来我就去问了钟真，他说你外婆病重过世，你因为留学所以没见到最后一面，所以才对只有他才会做的这道菜很有信心。钟真这个大嘴巴怎么什么都说？他学医是因为他想，并不是因为我外婆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学医啊？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少卿吗？古人云：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。”我爸妈常年在国外做研究，从小是爷爷带大的我。虽然爷爷是中医，但他从小就逼我看很多医书。我知道学医人的苦，如果能选择的话，大概没人想当医生吧。不过没人要做的事，始终要人去做。爷爷说：“道之所存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”医生也叫大夫，大夫在古代也是官名，也是为国为公，跟我的名字很般配。可能这就是我的宿命吧。道之所存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跟我爸爸对我说的话，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那他肯定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。什么？情之所钟，虽千万里，无念。